又是暗河。的确是暗河，但这次的可不一样。暗河苏家家主苏木，代号纸伞鬼，现任苏家家主。之前是暗河大家长的影子护卫魁。暗河谢家家主谢七刀，代号索命鬼，是几年前暗河内乱中仅存下来的老一辈家主。嘿，我们的面子这么大，暗河的家长都敢来杀我们，嘿，我有点受宠若惊啊！嘿，千虎哥哥还是和当年一样，霸气刚猛得很啊！还是这样邪门的功夫，双旋掌。我这双旋掌比起魔教幽兵的如何？哼，12年前就放不倒我的武功，今日又能如何？火灼之术，你练成了？原本以我的身子和天赋，的确练不成，但我有一个不错的师兄。瞧不起人，人震天是吧？别忘了当年老子成名，靠的可不是剑。无方拳，火灼之术，让我见识一下吧。既然我们暗河出手，又怎么会忘记雷家这半个剑仙呢？差距太大了，唐年和千龙勉强能抵挡谢剑，雷武剑和苏木的战术完全是一面倒的状况。对方还有1人没有出手，这几人都在留力，是为了对付谁？首歌长老，哼，谢家谢七刀，纸伞鬼苏沐雨，暗河也来这英雄宴。剩下那个难道是沐雨墨？变化挺大的呀。
云鹤兄说笑了。穆家家主此刻正在参加英雄宴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昌河，暗河的人称呼我为大家长。师叔，此番唐门和暗河联手，要在英雄宴上找我们雷家的麻烦。这阵容可不是找麻烦这么简单。唐门谁来了？唐玄、唐皇，总不会是唐连月吧？你们是来灭门的？没错。凭你们也配？当我雷云鹤死了吗？不管来了谁，云鹤兄你是见不到了，因为你也就能走到这里了。慢着！我们之间还没分出胜负呢。师叔，这里交给我了。你们解决这几个小辈。雷云鹤